算第5局有一点状况嘛，然后本来你们应该得分的，就被人家下分。哦，你说那局就是我们都上点我也得分。对对对，所以结果在第6局又有机会，刚好在什么时候上去打的时候心情。其实，在第5局那时候我们先上垒嘛，那因为教练这边有做打带跑的战术，那就是打者这边可能没有可能没有注意到暗号，那导致于。因为毕竟打带跑这个战术就是跑者基本上会真的确认丢了再跑，他不会就是抓那个时间就跑，所以就是会蹲一排，所以我自己蹲一排。那我跑的当下，我发现尾声没有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觉得超赛要死这样。然后殊不知就是在那一局就是尾声有上来，他要到底死掉。基本上我是觉得，小方学长其实丢得很准，他气也蛮快的啊，我们都没有成功之后，然后下一局被逆转。那当下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怄，会觉得如果那局有好好把握到，基本上不会被这样子逆转。那在那局的时候，其实我说真的，我很感谢就是前面的棒子，就是我后面的棒子，就7、8、9那些棒子，他们做机会让我才有今天的胜利打点。因为毕竟，其实在我第2打席的时候，我很自责，我会觉得对方失误，那我们的后边棒次就是有上垒让我去串联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去把握。那基本上在就遇到第2次的机会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我有点紧张，我一直想到那个就是第一个打起打爆的画面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告诉自己说，就是我觉得就果断一点吧，不要太犹豫，不要想太多。对，那说到好的效果呢，其实我觉得不是我的功劳，是我后面棒是有上垒，才有这个机会去创造得分的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射箭选手张志军，掌声欢迎！这个是在最近的射箭赛事都有看到，在8强赛他当时击败2、1，请开球。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。见哪招？左投，来看向前面的镜头。其实自己就是蛮紧张，他有点就是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所以其实讲话刚刚有点词穷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就是很兴奋可以在这边帮大家加油。那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如何？在我的意料之外，我以为我会挖地瓜，但其实球就很直的到捕手手上。那听说就是志军平常也有在，就是小时候有在看棒球，然后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偶像，那就是峰哥，那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的领袖，可以这么讲。好，最喜欢峰哥。对，可能我认为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的意义。那我自己也蛮喜欢7号这个数字，就像我在比赛的时候也有加射，就是不管对谁加射，我都是拿7号箭出来，就是一个幸运目这样。像我自己射箭就是用右手，那其实打棒球的挥棒也是用右撇。那像羽毛球、篮球其实都是用左撇，就可能有持拍类或是需要做一些就是比较像固定动作，都是用左手在做。